好明浩，世人都称赞你的勇气，那我能不能爱你哭泣的心？新专辑《Glitch》一上线，又是一次音乐上的大胆闯关。可时间拉回2020年，首专18发布时，他面对的并不是掌声，而是铺天盖地的说不适合、不用心的声音。作为一个刚成年的新人，他没有躲，也没有怕，自己发文正面回应所有争议。回看他走过的路，14岁独自海外训练，淘汰后一个人回国，参加综艺第1期就被开玩笑要求跪着吃饭，认真玩游戏却被说是说真话最少的人。大家都想是。为戏剃了头，被议论不好看，就再也没剃过。努力工作几年，星光大赏却被安排在最靠后的位置。从入场就在角落站着，一直到跑着离场，但他把所有的不好过都变成了舞台上的不好惹。从偶练到蜜桃，再到奔跑吧，他在无数个综艺上创造了多个出圈的名场面。音乐从18走到 VR， 再到 Glitch， 身份从偶像到演员，他的每一步都在刷新自己的版本。我欣赏你独当一面的勇气，也心疼你有苦自厌。随着新专正式上线，不仅是他音乐版图的新一块拼图，也宣告着即将24岁的他进入了全新的篇章。在一起